他本身呢也是治本顾问。为什么叫治本顾问呢？我想你已经做了几集，大家应该知道他自己本身是医生，不过在退休之后研究，觉得西医只治标的，不能治本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治本？所以他就呢，现在呢，在过去10几年呢，还认识一个治本的这个大师，然后自己呢，在4年前的也在香港开了一个医务所，但是他自己医生，但是他说我是治本顾问。那么希望呢，以大家是营养素，就是一些 natural product， 就是自然的一些人体必须有的营养这个营养素，然后怎么样排重金属，加上借口呢，来到可以治本，治一些很多慢性病，甚至有很多预防。而他自己呢，在日常的这个看病的这个个案中呢，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见证的哈。今天非常感谢是吴志坚醫生坐在我對面，吳醫生歡迎你，你好。你好啊，你會不會怕得罪很多醫生呢？點樣講呢？你是不是也有很多醫生的朋友啊？他們會唔會喂你唔可以再鬧我哋咯？唔係，我根本係冇咗啲朋友。冇咗。因為咧，我講啲嘢咧係唔啱聽。唔啱聽啊，因為同埋咧就話覺得係呢個係另類嘅嘢，佢哋唔會知道係治本嘅嘢，唔接受，所以得失咗好多朋友。醫生朋友，因為我最近好像在前一陣子哈，因為你在新報月刊都會有專欄的嘛，那我看到你這題目說什麼心臟科醫生是否在殺你？哇，呢個題目好激喎，吳醫生，太激烈了吧？為什麼有這個題目啊？OK 嗱，原來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治本醫生，呢本書係個書名嚟嘅，是英文叫做 Is Your Cardiologist Killing You？啊哈，咁啊見到呢本書係2009年睇嘅，是就覺得哇呢個醫生好嘢喎，唔怕得罪心臟科醫生，係啊，而寫呢本咁嘅書啊，咁收尾發現呢，原來呢個係女醫生嚟嘅，喺呢個預防醫學界好出名嘅，咁咧佢寫呢本書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佢要講呢個真理出嚟，咩叫真理咧？對佢嚟講咧，佢係本身一個非常虔誠嘅基督徒。佢覺得咧，佢要站出嚟，講呢個真理。真理咧，咩叫真理咧？喺對佢嚟講，真理一定有見證，唔係得個講字。咁咧，我睇咗之後，當然咧，佢有佢見證啦。但係我自己冇啊嘛。咁咧就唔可以寫出嚟。但係今次我寫出嚟點樣咧？因為我有嗰個見證。但這本書你是不是後來做了個翻譯啊？沒有。你是翻譯另外一本？係我翻譯嗰本咧就係叫 Dr. Quentin 嗰個 Bypass Surgery， 就翻譯咗叫做預防搭橋力。係，而你這篇文章好像也有點關係，是嗎？有關係咁有冇興趣啊？有聽聽，對，其實你說你也有看到見證，把這個見證跟我們分享。以前睇咧係睇人哋嘅見證，而家呢個係自己嘅見證。咁呢個故事得意嘅地方咧，就係因為咧呢個患者嘅朋友就係心臟科醫生。咁呢個故事咁樣開始嘅。咁呢喺應該係70年代啦。3個同學就去英國讀書。3個香港人。去香港去英國讀書。讀中學，大家即係同學嚟嘅。咁之後咧，一個成為心臟科醫生，一個成為工程師，一個成為商人。咁一齊翻嚟香港咧，收尾翻嚟香港之後，咁其他2個都成為呢個心臟科醫生嘅病人啦，或者 client 或者顧客啦，咁講啦，咁咧就當然啦，就叫佢哋做呢個測檢，呢個跑步機，經過跑步機嘅心電圖發現呢2個，或者同埋心電圖發現呢2個同學咧都係有冠狀動脈窄咗嘅，窄咗咧係一個需要通波仔，一個需要搭橋，咁呢為咗令2個同學更加安心，咁要佢哋攞個 second opinion，就介紹個中大教授，呢個中大教授就係佢哋同學嚟嘅，咁就這個4個人都認識的，咁咧就之後咧就話佢都同意通波仔同埋搭橋係啦，咁咧搭橋嗱，咁其中一個唔肯搭橋，
因為點解咧？佢話我乜嘢症狀都冇，點解要搭橋？咁另外一個咧，佢係開通波仔，咁咪梗係接通波仔啦。咁通波仔之後，我唔記得擠幾多支架入去啦，就要食4隻藥，包括一隻薄血藥，一個降膽固醇藥，就一個胃藥，同埋阿士不樂，咁咧就話咧，你食呢就可以預防佢翻發。但他本身就有一些病狀了嗎？佢冇啊，他也沒病狀。沒病狀係所謂預防醫學啦。他說預防你將來會有心臟病，是嗎？唔係，係啦，因為但係佢窄咗啦嘛。他已經窄了。窄啦，所以通波仔可以預防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不幸地1年後通咗波仔呢個咧就喺屋企睇電視死咗。咁即係證明兩樣嘢：一，通波仔預防唔到呢個心臟病發。第二，食緊嗰4隻藥都預防唔到心臟病發。係。好啦，咁另外呢個即係整咗1年，通咗波仔1年之後死咗，就死了，在家裏。喺屋企睇電視死咗。哎呀，咁另外呢個咧就沒通過波仔，要搭橋的那個。但係佢唔肯。他也不搭橋。唔搭橋，因為咧佢話我都冇事，冇氣促又冇心絞痛，點解要搭橋咧？是。咁咧就食咗四隻藥。他也吃了4隻藥。食咗3年。3年。食咗3年。咁到嗰陣時係開始嗰陣時2008年，咁到2001年啱3年啦咁開始唔得啦，開始有心絞痛同埋氣促，咁咧就即係佢食緊次藥都預防唔到，咁咧就佢醫生建議佢，你都係搭橋啦，搭都唔得啦，係嘛，你都有症狀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咁佢又怕痛，又怕死，咁佢拖咗幾耐啦，照食藥啦。咁拖如是者拖到2001年嘅7月，真係唔得啦，真係行3頭樓梯都要唞4次嘅。咁咧佢就只有冇法子啦。咁啊即係搭橋。搭完橋之後咧，舒服晒，乜嘢症狀好係咯，都係繼續食藥。但係咧到9月嗰陣時，啲症狀翻晒嚟啦。9月就是2001年嘅9月，2-3個月後，2-3個月後翻晒嚟，氣促兼心絞痛。咁點咧？佢揾翻佢自己嘅心臟科醫生，佢話不如咁啦，通波仔。又記得佢話咁唔合理喎，我已經聽足你話食藥唔得，搭橋唔得，通波仔個朋友都死咗啦，而家你叫我通波仔唔合邏輯啊！佢話但係冇法子啊，咁點算？咁當時咧有個朋友就介紹佢睇本書，就我翻譯嗰本叫做《預防搭橋通波仔》。佢睇咗之後覺得啲理論都合理，咁橫掂都乜都唔得啦，即係試下啦。咁都唔知得唔得㗎？即係憑住呢個信心或者點講無可奈何嘅情況嚟，冇辦法啊嘛。咁咧佢就接受我哋治療啦。咁大約10次治療。這個治療是包括了是排重金屬，同埋補充營養素，就點滴的重金屬營養素，再要戒口。咁咧佢咧就咁咧做咗十次，大約2-3個禮拜後佢同我講，佢本來喺中環地鐵 D2 出口，要有32級樓梯嘅，未嚟做治療之前，佢要停4次之上地鐵上到地面，但係做呢個治療之後咧，佢一口氣上晒，冇不用喘，冇喘氣，不用停，心絞痛，也沒有心絞痛，心絞痛。咁咧佢係一個10次治療，10次就有這種效果，自己嘅效果。咁佢咧就係一個點樣講咧，都係一個工程師啦。佢都想知道自己嘅進展點樣。咁咧佢用呢個步行嚟測量自己嘅進步啦，進展啦。咁咧佢咧就以1分鐘90步嘅速度嚟行。開始嗰時因為唔係幾敢行啊嘛，啱好幾耐係咪？行得20分鐘到就開始痛啦。心腳都即係比以前好多啦。咁如是者到20次之後，行幾個鐘頭都冇事。咁佢話都唔夠，要試下用100步嘅速度。100步嘅速度。1分鐘100步嘅速度，比就快啲啦。佢 time 佢即係睇個錶嚟行啦。都又冇事喎，行2-3個鐘喺商場度一啲事都冇。咁再叫做進取啲，就行110步。咩叫110步咧？就係香港人行路嘅速度。你知香港跟住人行就110步啦。中環嗰隻係嘛？邊度都係。香港人行路速度110步。佢話唔得啦，行得20分鐘就開始痛啦。
是。咁即係話咧，治療都有個限度。是。都有限度嚇，你可以跟住去跑步乜都㗎。係。咁咧對佢嚟講，已一個好大嘅成就㗎啦。對啊，以前幾十步就是。咁做一樣嘢，係佢停晒所有藥。藥也沒吃了。乜藥都冇。就主要是看你的吃那營養素，做排毒、排重金屬。咁咧佢當然啦，好多嘢佢唔食嘅，有啲嘢佢唔使食嘅。咁咧而家係一個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健康人。咁咧佢諗下而家係咪翻去做翻工？他多少歲？年紀多大？50多啫嘛。才50多，但是他的那個朋友同學都係50多，已經走咗了。OK， 那他還跟那個後來還有見他這個心臟的醫生的朋友嗎？有，佢同我講，佢就翻去睇個醫生，醫生成日佢好朋友嚟㗎嘛。佢朋友係叫佢唔好做呢個治療，我不要見你。呢個治療好危險嘅，叫佢唔好做呢個治療，分分鐘死㗎。係佢話咧，你嗰啲方法我做過晒，食藥唔得，通波劑唔得，搭橋唔得，再食都唔得，咁我試下呢個治療。又 work 喎，又 work 喎，點解叫我唔好做咧？係啊。冇聲出啦。他有沒有再檢查過他的心臟是不是比以前好呢？他有沒有做一些 medical check-up？ 應該咧，而家佢未做晒療程嘅。明白，還在做療程。做療程就係之後咧，佢再做 CT 睇下有冇。對，窄。即係窄會唔會比以前冇咁窄？對，比以前窄。而家未做嘅。明白。我哋有第二啲個案咧，係證實係窄咗嘅。證實係窄咗啊？唔係，窄咗啲係闊翻嘅。寬了，對，就是應該吃那個排金屬，你應該寬了嘛？明白。所以他現在就是不吃，就4種的西藥都不吃，因為他很明顯的好了嘛，在進步中嘛。佢行得啦嘛。OK，這種的個案其實是多的嗎？還是比較？冇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多嘅。幾多嘅係幾多原因咧？就係有好多都係有症狀，而家冇症狀。有啲人唔敢停藥，有啲人敢停。係即係我可以又看您這個排金屬，又吃這個營養素，同時也吃西藥，可以嗎？有人咁做，有人咁做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驚啊嘛！唔係佢以為即係未見過呢個個案嘅。係佢呢個人敢停，因為佢見過呢個案啊嘛。有啲人未見過呢個個案啊嘛，所以變咗醫生叫佢藥，佢點解唔敢停？原因咧，佢唔敢翻去見個醫生，同醫生講我唔食藥，個醫生唔開心。所以有啲係唔敢唔食，有啲人照翻去睇醫生就都唔食藥，都有嘅。明白。但是這個種的，比如說像這種心臟不太好的這個朋友，他是或者是血管窄的朋友，他是一路的要見你是嗎？你剛才說已經20-30次了嘛？這是永遠要見的嗎？還是有？我哋可以咁講啦，因為當你有呢個環境污染，係日日我哋吸緊。係咯。咁即係話咧，佢久唔久都要清一次金屬，唔好俾有機會積聚。係。咁啲營養素咧，佢可以越食越少嘅。係。因為佢已經填補翻佢以前少嗰啲啦嘛。係。咁如果只要佢點樣講咧，喺食得好啲。佢補充少啲。明白。呢個就一路要減，兩樣都減嘅。明白。但是一般的排重金屬，是不是有病的人才會需要排？普通的人需要排重金屬嗎？係有啲人嚟做預防嘅。佢預防，如果有例子嘅，唔知你聽啦。嗱，呢個係一個會計師嚟嘅。係。咁咧就大約2年前啦。咁佢哋有一個講座，請我做唔係一個講座，我哋做嘉賓嘅。咁佢聽咗之後，佢就買一本預防搭橋通波仔嘅書去睇。咁咧1年後，即係舊年2011年，佢就走嚟揾我，佢話想做個治療。我話你咩唔舒服啫？佢乜都冇。我想證實一樣嘢啫。將自己以身試法嚟試一樣嘢。我睇你本書，覺得好多嘢好合理，但係唔知喺我身上 work 唔 work？佢有咩身體唔舒服？乜都冇，淨係做咗個 CT，話佢 CT 就而家咧就一條動脈窄咗。原來咧佢喺2005年就發現咧一個佢醫生家庭醫生就話佢個 X 即係肺片度有一點。呢點可能係冠狀動脈窄咗。咁咧就介紹佢睇個心臟科醫生。咁咧心臟科醫生就同做 CT 啦。
就影出嚟，冇啊，得30%啫。係啊，咁啊又唔使通波仔，乜都唔成，就係叫佢食藥。係佢唔肯食，佢唔肯食藥。咁咧到2008年即係53，佢再做一次 CT 睇下冇，咁佢好勤力做運動嘅。睇下運動可以幫助佢。醫生嗰個叫運動多就可以預防心臟病啊嘛。係啊。咁啊做好多運動，一日行5公里。咁咧就再做一次 CT，發現53%喎，30而家多22%。咁啊嚴重咗咯。咁佢話要嚟試下呢個治療，可唔可以真係將嗰塊粥樣斑塊，嗰個係叫粥樣斑塊。粥樣斑塊可以令佢細啲，或者條血管冇咁窄，得唔得？嗱，咁啊，佢乜症狀都冇嘅。佢話我就想預防，睇下係咪真係有效嘅啫。即係其實係試緊自己又試緊我。是，結果呢？結果咧，但羅菲他夠膽去拿自己身體來試的話，也是對你一種信任呢。其實唔止佢一個嘅，而家係幾多啲後生人嚟預防呢樣嘢。咁咧佢就做咗個療程。一個療程是10次，30次是一個療程。一年30次。咁咧就應該係1個月前。佢走去再做個 CT。即係做個 CT 一翻嚟就話得翻25%。由53%係進步啦。咁咧佢咧就第一唔使食藥，唔使通波仔，都一樣個粥樣斑塊係細咗，即係換句話嚟講，個冠狀動脈窄咗地方係寬咗。明白。明白，所以有啲咁嘅病例咧，係自己有，所以寫得出嚟。明白，這都是你實實在在經歷過的，是你的自己的這個顧客、病人來看你的，那麼得到的見證哈。那麼今天呢是非常感謝吳志堅醫生，他本身也是知本顧問，講講他怎麼樣的這個利用他自己的療法來到醫治一些慢性病哈，包括心臟不好的一個病。好的，非常感謝吳志堅醫生，謝謝您。